主持人吴尊律师陆堂文郑老师，各位学员、各位老师，大家好。好。是这个台语葫芦汉诗吟唱班讲师其实这是家己讲的啊，考题后，外口足侪人唔知讲，你这是恁啥物课程啊？我足简单的啊，古早卡拉 OK， 咱大家想要养生练气，要延长你的老人痴呆症发生的速度，你一定爱来参加我一班啦！我甲你保证，最起码延长5年。这是讲好笑，这有经验哦。好。那么我这班除了金唱以之外，我每一学期拢上山爬了，爬到迄3条了，迄爬足2点钟足2点钟，差不多北部遮的我原来继续我去看我，不管你天地石头、天地汉诗我拢会去。6月初2，我就搁去这个宜兰县政府的大楼遐，因为啥？诗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诗，无甲看到遐严肃，其实这个今仔要搁讲一个主题，就是讲说课程的融合甲结合讲起来这嘛是新的创意啦，因为台北遐嘛已经有足侪慢慢讨论过，但是到尾就拢煞煞去，比如讲我这班有几个吟诗吟得足好的不过较可惜就是为了讲我就不晓甲去会晓甲去的人可能伊就不晓吟诗这若假使我都结合这就是咱一个足大的困难啦，今仔日其实重点我要讲后面，未来10年咱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数字大概减1/3，偌一句话讲，学校大概有2/3的学校爱关门，但是未来10年，为退休开始65岁到75岁当中，迄是战后出生率通悬的年代，一年有差不多30万，即马10万，你看，这10年，所以未来10年，咱的下代是伫咱的台湾的这个国家，咱爱会当扮演更较积极的角色，你讲是毋是啊？是啊。那么而且我有2个提议，第一个提议就是讲，这个咱当然这终极的目的就是爱成立汉俄学院啦。咱大家无想讲，咱即摆都袂晓讲台语成立什么啦？无啦，无遐尼困难的代志，要做毋做尔啦汉俄学院，咱拢知影，咱的汉字的书写、汉字的文章、汉字的吟唱，伫古早1000多年前，为这个五胡乱华西元304年开始，迄就是已经是国际化的语言啦。对哇，大家观念摆，我想讲我拢，这是已经是，英语讲做 internationalization 已经是国际化，汉诗汉 poem reciting 汉诗吟唱那么，我想讲。日本、韩国、沖縄甚至越南，伊古早的人拢会晓读汉诗老一辈像即摆越南90岁以上了会晓毋难咧俩，咱我都结合伊遮是毋是咱大家甲因有一个交流，有一个结合甚至伫迄个1989年甲1978年念迄个瑞典。一个真有名的汉学家，伊的中文名做高本汉，英语名做 Bernhard Kager， 伊是汉学家，瑞典人，所以咱无想讲做咱干那迄个，干那咱想讲咱都袂晓讲无啦，
咱外国人嘛伫研究，啊，咱若阁无研究食，后摆咱若要学汉诗，要学金属，拜托各位，你都要去日本啦。啊，这不是开玩笑的代志。日本现主是一天，大概有2万人会晓写咱的汉诗，啊，咱偌济，咱台湾偌济，5000人，哦，啊，这个差很多安尼吼，啊，所以讲，这个咱绝对袂使讲，吼，咱家己安尼作失志的，哦，然后这是终极的目标。即摆要搁讲，咱即摆爱提倡什么做第一目标运动，咱拢知影。要消灭一个国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家己语言消灭等3下咧，伊就无法度翻身啦。这是足现实的代志啦。1989年，旧苏联瓦解的时，迄阵啊，伫迄个波罗的海 （Baltic Sea）、Lithuania、拉脱维亚、Estonia， 伊拢独立啊。为什么伊通较独立？就是因要保留因家己的语言。哦，这是安尼来啊！啊，过去咱台湾的，因为错误的语言政策，互咱的囡仔袂晓读、袂晓讲、袂晓听。啊，我已经16年啊，我听你第一线，我咧教小朋友，啊，小朋友若袂晓的是，就足惨的，伊怎甲你继续听、继续讲，哦，啊，咱庄脚遮吼，咱这个毋是都市型的较好。啊，台北哦，迄就足惨的啊！你甲伊讲袂就人规气我甲你讲啊，吼啊，所以这讲起来，这个是有人足遗憾的代志，吼。过来，咱的国家足奇怪哦，哦，你也看，去年6月24，这个原住民语言发展法通过，去年12月29日客家基本法3读通过。啊，结果咧，咱用通济人使用的台语，你做啥毋知啊？哦，有啦，4工行5月17已经初审通过，即马要大概后期的评判哦。啊，所以咱若无学即个毛利人，你迄个服用也是 Hebrew， 伊迄摆到19世纪吼。剩啥？剩迄落伫读圣经尔啦，啊，人伊即摆嘛变做以色列的这个国家语言啦，要做做俩啦，啊，若毋做，咱就像即摆迄个原住民，已经伫甲河北房啊啦，啊客语啊，哦，真是啦，啊，咱已经伫外国啊，啊，我以前吼，迄个最后我阁讲者，啊，以前甲我教写诗的迄个社长讲，拜托咧。你各位啦，转去若要拜公嘛，拜托你千万用台语来讲啦。伊无迄个电脑的迄款语言转换机来听无啦，吼。啊，咱大家就请大家，吼，啊，以上讲的是一个抛砖引玉的讲法吼，啊，迄个想法嘛毋是天马行空啦，啊，迄是要做尔。多谢各位。